台南的市场古迹西菜市已经修复完成，不过民众发现讲，这古迹内面竟然有泡地刀啊、甲加水桶。市场处回应讲，主要是一寡大头无伫咧古迹内面做生意的经验，目前已经改善啦。这栋建筑外观看起来新点点，兼有复古的风格。这是日本时代早期起的台南西市场，正前捌是全台湾上大的公有市场。2003年创立这市场古迹，历经市场拄整修好，摊商有部分刷倒来摆搭。不过，煞民众发现有摊商伫内底放地刀啊、甲加水桶，明显有违规。另外一边的出入口嘛蹲一堆粪扫。水桶放伫公共所在迄度较袂。较袂使啊！无时啊吼，啊是讲爱食一个茶安尼啦，啊伊随食了尔，咱嘛随收啊啦。那边有摊商出来倒杯回，市场处嘛回应，已经派人来清啊，卖加强市场经营教育。那未来我们会加强所有摊商在古迹市场经营的一个教育。同款是8年的市啊，也有东菜市，近来传统市场面对连锁卖场的竞争压力，佮加上各种病毒、四界摊，地区经济民众就较少去市啊。有摊商的头家讲，营业额参因过比至少减3成，有摊商不得已只好做转型。即卖人吼食少啊，所以吼销售量吼，伊个销售额吼嘛拢会降低啊。没像以往讲遐尼好啊，下降差不多2、3成。我们就是有做一些网购啦、宅配啦。台南拢总有59座公有传统市场，为着要活化市场，市场处嘛规划推出多元招租方案，要招少年人来市场摆摊做生意，活化市场商机。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。